今日係12月2號星期二 ，HKG 報今日推介同大家講講英國人對中國嘅矛盾心態。12月1號喺倫敦金融城市長晚宴上面，盛傳將會喺下年1月底訪問中國嘅英國首相施紀賢發表講話，佢為來年嘅英國外交政策作出咗一番陳述，其中喺有關中國嘅部分，折射出英國人嘅無奈、無畏、無能同埋無助。施紀賢就對華關係作出咗佢就任以嚟最清晰嘅闡述。佢就話啦，雖然中國對英國構成所謂嘅國家安全威脅，但係中英兩國更緊密嘅商業聯繫符合英國嘅國家利益。咁嘅做法就好似同中國做生意之前先鬧中國一輪以示反華。至於同中國合作純粹係睇錢份上。施紀賢又形容啦，中英關係長期處於忽冷忽熱，但係英國同中國交往唔應該係非此即彼嘅選擇。佢呼籲要認清一個事實，就係可以同一個國家展開貿易同埋合作嘅同時保護自身安全。喺呢度我哋見到嗰個皇人盲目崇拜嘅大英帝國真係落魄下流啦。為咗站隊，前半句就學足大佬美國嘅一套嚟看待中國，後半句就係為咗自己過日子而張羅。喺對中國放盡晒狠話之後又希望中國為千瘡百孔嘅英國經濟注入力量。昔日嘅全球霸主幾時變成咗矛盾同埋醜陋嘅混合體呢？有網民見到施紀賢嘅表態相當不屑咁樣形容，話英國人一方面由骨子裏就睇唔起中國，另一方面又冇辦法唔同中國合作，從中國手上賺錢。當老牌殖民者無法呼風喚雨之後就淨係得翻政治人格分裂，既要又要，可笑亦可悲。英國都咁淪落啦，施紀賢仲要苦口婆心，好似喺度氹細路咁，勸英國人同中國做生意，呢個係無奈。當你一方面視中國為救生圈，一方面又要出言不遜刺激中國，係咪覺得中國人好蝦，奉旨要同你友好？呢個就係無謂。英國人俾保守黨群魔亂舞玩殘咗超過10年，期間將同中國關係嘅黃金時代徹底扭轉為冰點關係。到英國工黨上台之後又打中國嘅主意，呢個係英國政界嘅無能。英國人外交俾大佬美國夾住，經濟上面難有出路，只能夠眼白白睇住國家嘅國際地位日益倒退，相當之無助。講得難聽啲，雖然英國掛住聯合國5常之一嘅名牌，但係中國對標嘅係美國，而且中英產業之間存在競爭嘅地方少之又少，偏偏英國政客仲要喺度搞事，係蠢啦，係笨啦，定係放唔低傲慢呢？借用人哋嘅分析，其實英國根本唔喺中國嘅雷達搜索範圍，根本就冇在意英國。你哋都係先顧掂自己先啦。